一日24個鐘頭，每個時辰都有佢獨特嘅能量嘅。順應時辰嚟養生，就可以借助呢個神秘嘅力量嚟滋養你嘅身體啦。比如話子時夜晚11點到凌晨1點，呢個時候係膽經當令嘅時間，一定要瞓入去深度睡眠嘅狀態，等膽經嘅能量可以得到修復同埋生發。呢個咧就好似俾身體嘅電池充電咁樣嘅。再講講辰時，即係朝早7點到9點，呢個時候胃經係最旺嘅。喺呢個時候咧，食餐好嘅早餐就可以充分咁吸收食物嘅營養，仲可以咧調動胃經嘅陽氣，令你成日都活力十足。喺下晝即係申時，下晝3點到5點，呢個時間膀胱經係最活躍噶啦。呢個時候咧，飲翻杯軟粒粒嘅茶，一方面咧去補充你嘅體力，另一方面咧又可以借助膀胱經嘅能量排出身體入邊嘅毒素。所以話咧，追求養生嘅姊妹們，你哋平時有冇留意呢啲養生嘅方法咧？喺留言區分享下你嘅養生小經驗啦〜